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从今天开始，我将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京派艺术的创始人金彩峰老师。金彩峰老师1930年出生在上海，1946年只有16岁的他就考入了大名鼎鼎的雪笙剧团。最初因为个子高挑，老师安排他演小生。后来金老师在电台上唱出点名气，越剧迷看到他本人，觉得这么漂亮一个女孩子唱花旦一定更出彩，就动员他改行当。金老师本人的性格非常内敛，自己也很喜欢带角戏。于是1948年，金老师在东山乐艺社正式改演旦角。贵人啊，贵人，好家为妻，这是乃妻。起初金老师演的花旦只是一些小配角，像在《宝莲灯》中，主角是傅全香老师演的华山圣母，金老师演圣母旁边的小丫鬟灵芝。当时彩峰老师没有自己的行头，裙子、彩鞋都是傅全香老师送给他的。很多年以后，金老师自己也开始演华山圣母了，但他依旧忘不了傅全香老师当年对他的爱护和关照。西路临人，悲苦情，我们因为乱离。
金彩峰老师曾说，当年在学生剧团做学员的时候，最崇拜的艺术偶像就是袁雪峰老师。袁老师大气、朴实、自然的演唱深深吸引着他，尤其是在袁老师身边耳闻目染，到了舞台上不知不觉一开口就是袁派的调调。1951年，金彩峰老师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粤剧团，在前辈的细心指导下，金老师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活兰珍、沈秀英就是大家对于金老师在这一时期主演的《盘夫索夫》和《碧玉簪》中出色表演的赞誉。同样，对于这两个人物
采风老师自己也是非常喜爱的。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盘夫中严兰珍这个经典角色还全靠袁雪峰老师这么一推给推出来的。那1953年是我永远也不会得忘记脱搿桩事体。迭个辰光呢，我还是青年演员，阿拉团呢到北京去演出。演出的辰光呢，没多时呢，领导就跟我提出，突然之间呢要我演出一个小戏《盘夫》。迭个辰光呢是特急的，总大概是4、5天当中要我排出来的。迭个辰光我听了以后呢，又紧张又怕。我是一个没基础的演员，我是不是科班出身的？要我辣辣4、5天当中排搿个戏，我哪能排得出来呢？所以我的领导提出呢，阿拉团里去个演员当中呢，有人会得演盘夫的，为啥体不叫伊演，而且要用我演呢？我思想里向搞不通。当时啊，我们那个采风啊，是我们园里的青年演员，因为李赛英呢，在最终里面前已经演了像《哭冬季》啊、《酒精姑娘》啊，已经演了多次了。那我看我们采风啊，他的演出还没有让总理好的看一看，因此到那个中南海去演出，我觉得是个机会，所以决定呢就叫他拍一个盘夫，因为盘夫是个老戏，我们叫金艳芳辅导他，叫他演出，他无论如何不肯演，我们无论如何要叫他演。我这个辰光呢，一边哭，一边的领导请求我不要演，定期不肯演。领导的任务拨我呢，我没办法了，所以搿辰光金艳芳大姐呢，一边讲台词，我呢一边哭，一边呢那个台词记下来。那么在3、4天当中呢，我就拿伊特级排出来。排出来呢，我这个头啦，一个这个包头呢，阿拉是这个包大头呢，我从来没包过。搿个辰光呢，那个叫园长呢，或者傅老师呢，就帮我包头。我眼睛是包得来是血红啦，头是痛得来是不得了。当时辰光立辣海台浪向了，要我出去了，我随便哪能不肯出去了，跟他推个靠出去了。搿辰光呢，搿个一天啊，真没有意思的。他团长呢7岁8届，我跟傅建祥同志跟他插花呀，因为大队他从来没包过嘛。我把最喜欢我自己做的一件织罗纱的一件披呀，很好的，让采风穿。结果啊，正好要出场的时候，因为推哒，那个门帘削开，他就要出去，他不出去了。后来我把他推来，帮我说出去啊你啊，就把他推出去了。搿推出去了，能哪办法呢？我是抖发这个闲话讲出去。那么还有呢，我呢手指呢指到搿搭呢是为止了，再指出去呢我是发抖了。那么台呢不肯跑出去，就是辣辣半当中啊里，我是说搿一场戏做下来是后是哒的，心里老紧张的。可是搿个一场戏呢演得非常好，虽然紧张，因为他一上台的以后呢，他渐渐忘却了。这场戏演得非常好，总理也看得非常集中。他说这个青年又发现了一个青年演员，因为我们当时的青年演员的培养，恨不得一个个让广大观众喜欢，是那样的心情。从此以后，盘夫就成为他的框架戏。啊，官人。官人，你好比
刚才我们说到过，生活中的采风老师非常内向腼腆，所以演《盘夫索夫》这出戏时，前半部分严兰珍贤良淑德的一面，金老师驾轻就熟。但索夫中那个任性泼辣的严兰珍，可是煞费了金老师一番苦心去塑造的。冤家，刚才大家把官人一听是弟弟流呀，就来应。真可是棉花耳朵风错心，棉花耳朵风错心。你见不想，你见不想为妻的怎样做妇女？谁知你恰是口音心你生日富有领先的，你还是茫然无知不出身，岂为你这次盼你归？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好比是连真藤加了先前张挂肚。碧玉簪是金采风老师的又一部代表作品，尤其是其中三盖一一段，唱腔优美动人，非常受欢迎。这场戏还曾经被灌成了唱片。有一段时间，上海的许多工厂每逢中午吃饭，食堂都喜欢放这一段唱。一时间，拿着饭盒哼唱着三盖一的工人就成了随处可见的风景线。我们夫妻从此
1955年，采风老师随团加入了新建的上海越剧院。现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京派艺术，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步成型的。婉转秀丽、刚柔相济的京派唱腔，是金采风老师在师承原派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嗓音条件，吸收副派等其他流派唱腔的因素，融会贯通而形成的。盘夫索夫、碧玉簪和彩楼记等剧目的上演，也奠定了采风老师细腻隽永、善于刻画人物内在感情的表演风格。世强呀，世强，你莫非是把戏来了？莫非是老夫来了？桃源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金彩峰老师在越剧《红楼梦》中精彩唱段。1962年，电影《红楼梦》的上演，金老师塑造的王熙凤形象也随之深入人心。不过，你可能想不到，金老师一开始是非常不愿意演王熙凤的，因为他觉得王熙凤这个人物里面尖外面滑，和他以往演过的青衣角色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刀的法子。调刀？定一了，二两我是要报记。红盖头扎子心奶奶，负心人可用之选择小丫鬟，待宝玉这是去的是林妹妹，把真情暂且莫一番，只是能玩得过吗？老祖宗，等到那金兰神赛，生命之人所迷烦，保管他小情长泪翻不了脸，鸳鸯枕上西莫金彩峰老师学戏的起点很高，16岁就进了由袁学峰老师领衔的雪笙剧团。而在他的从艺道路上，袁雪峰、范瑞娟、傅全香等大姐对他的帮助提携也令他难以忘怀。1964年排演《不准出生的人》的时候，金彩峰第一次和范瑞娟老师搭档。之前他虽然和范老师同在一个剧团，却从来没有同台演出过。这次的合作令彩峰老师非常兴奋，而且他塑造央金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还特地在唱腔中吸收了不少藏族音乐的旋律。
里来的我。这些，这少爷出征到哪里去了？你快告诉我呀！杨姐，哪个里孩子生下离开娘，却真把养儿责任来承担。这啥为我家照顾养，全当冤家到他乡。今日却真少头当，此计不必一命丧。明日他们夫妻三一朝，做我们千万把孩子好抚养，做我们再苦也要把牙挺，做我们再难也要把头行。杨金啊，为孩子他们不顾是谁，为孩子他们家破人亡。一双夫妻情谊不能分，一双夫妻话儿不能忘。努力的孩子要出生，努力的孩子要成长，只要保气要争，哪怕来来欺负外难，也要把孩子来抚养。这些，我也有几句话，你要牢牢地记着。茶心呀，张年到马是恶里所有人，早儿的心，暖儿的身，儿时的夜来时长，他离了亲娘，就像割断了根。多因却真遭错事，从今儿养儿的重担就落在你身，孩子啥事有错处，你要多担待，看在我养精有缺真问。你该当里头
金彩峰老师可以说是戏路很宽的一位演员，除了青衣之外，他的花旦戏、刀马旦戏都很出色。而在根据戏剧改编、反映纺织工人生活的现代粤剧《红花曲》中，他为大家奉献的优秀纺织工人黎玉珍那段西山会山紧相靠，也是具有非常浓郁的京派特色的。欣赏了金彩峰老师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和他的京派艺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